本校一向好重視學生對美育嘅培育同埋全人嘅發展。本校好榮幸獲得日本藝術收藏家 Taka 先生借出畢加索同埋草間彌生40多件嘅真跡作品響敝校展出，希望透過視覺藝術課堂內同外嘅教學設計同埋策劃畫展，可以提升到學生藝術嘅成就，培養學生對視覺藝術嘅興趣、自信心同埋審美嘅能力。今次展覽共展出草間彌生嘅20多件平面同埋立體真跡嘅作品，仲有畢加索20件嘅蝕刻真跡版畫。同時，視藝老師亦都特別喺視藝課堂裏邊，讓中1至中5級嘅同學學習2位大師作品嘅繪畫同埋創作嘅特色，再讓同學發揮自己嘅創意去創作出自己嘅作品，並參與展覽，實行同大師嘅真跡作品同場展出，實在非常之難得同埋寶貴嘅藝術學習經歷。同時，展覽亦都展出我哋視藝科老師所創作與畢加索立體派有關嘅作品同埋蝕刻嘅版畫，讓師生有同場參展同埋評賞嘅機會。今次嘅畫展更達900多人次嚟到參觀，本校學生各級共過百幅嘅作品參展，同學都表現積極同埋興奮。展場另設有關2位大師作品嘅特色嘅工作坊，吸引咗唔少本校同埋本區嘅小學生前嚟參與。再次感謝 Taka 先生借出佢珍貴嘅收藏品，讓本校展出，亦感謝各位到嚟參觀嘅來賓同埋本校師生投入嘅參與同埋支持。希望今次嘅展覽能夠讓同學認識2位藝術家同埋佢嘅作品，亦都希望能夠提升同學對藝術創作嘅興趣。